行转爱州。八街坊淡淡大块木瓜头，做太水也无重团，接头几强劲，拍肉路劈转成五彩沟通。后生人停定老人家晒路劈嘞，日头高高大，眼出满天几甜，眼黑通刺，眼俩思想，眼嘅汗流脉络，强用嘅后生汉，用神神秘嘅歌。骨肉偏走山马，咪嘅头搞把戏，后生人将就变成结束时，从天堂看大地，重重墙，点点风通通，本咪头变化咪浓嘅甜。来，来从讲过去，你等下就做这个。这里是高雄市美浓区罗元红与蔡家荣夫妻俩的有机田。秋冬之际，正是美浓白玉萝卜的采收期。赶快水条的话，就会拿来做萝卜糕，也讲做腌萝卜。像那种前的，赶快好看的，赶快完整的，就会拿来做那老萝卜。罗元红是美浓在地的孩子，长大后离家到外地工作。直到遇见了妻子蔡家荣，婚后两人携手返回美浓，开始边务农边创业的新生活。你那个小桶子不是放那个不好的呢，是要分大小呢。好耶。所以中规有的嘛爱讲细条的鸦片吼。对啊，很做对吗？做对啊。会回来这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父亲过世，对他留下了大片的木瓜园，对，那后来想说，那因为我那时候收入也不怎么好，那干脆回来种田好了。罗元红与蔡家荣的田作物种类多样，不同季节可以采收不同的当季作物。这片木瓜园从当初的惯行农法转变成现在的有机农业。其实是有过一段沉淀改变的历程。88风灾的关系，就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原本的要起色的这样一个那个工作，然后就被整个就摧垮了。那时候就做一件事情了，就骑脚踏车环岛。对，那骑脚环岛的过程中，就看到花东那边就是那个他们的有机产业的盛行，包含说那种慢活的态度就很吸引我，对，然后那时候就决定说回来之后就整个要转型。88风灾那3年就差不多一半2/3全部没的，系啊，所以最太就黑暗的，天年就黑，俺人想要做啥起的事情，但是某一天讲太赶拢想要做，就会变成想法无相同的世界，就没办法向下。去做去天数啦，所以其实讲归难嘛，做好几个事情归简单，但是做太改的事情就没容易。是调摆俺们赶业沙起的时间，但是因为沙起的工作啊，你真的没办法去养活你啊，那是没办法去本有办法因为经济的动能去支持你的话，多米红你还是要先把自己照顾好。所以最明眼人就推出 Saki， 就是省力果然红。重新思考未来的路，也重新省思人与大自然间的平衡。这样的生命转变，就像美浓的产业转型，从过去没落的烟叶转变成种植白玉萝卜，现在是美浓当地农民重要的农产，每年产值高达3亿。白玉萝卜在美浓来讲，美浓农会已经把它推成是一个产业了。对啊，那这个产业的话，它可以是让游客来这边拔萝卜，然后有些就是农民我们像我们就会把它做成老萝卜或者是腌萝卜干这样去卖。那有这台机器来讲的话，对于我们农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不然你像这种寒流来的天气啊，在洗萝卜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尤其量这么多。
农夫看天吃饭要耐得住夏夜冬寒。罗元洪把握刚采摘起来的时间，将白玉萝卜清洗干净，才不至于浪费辛勤栽种后的收成。白玉萝卜为什么叫白玉萝卜？是因为说有个土地融成那个对联叫“地上长黄金，那个地下生白玉”，就等于说白玉它等于说就像黄金一样的那个等值。在这种秋冬这种，你这种做小冬的时间啊，做小冬的时候，就是一个对农民来讲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收入。你攞當佢買咩咯？走去買啊！也係個收入，也係個普通嘅。係啊係啊，了啊5,000磅迄種存，那樣磅去8年嘅。係啊。係啊，啊落尾個獎吼。啊你唔會炒呢？唔會爸爸，係啊。農友間彼此關心收成，這是客家莊頭濃厚的人情溫暖。而羅元洪在美濃一邊務農的同時，也一邊創作裝置藝術。他多次以客家藝術工作者的身份到海外參展或是演出，出國遊歷的經驗讓他開始對自己的故鄉有了新的想法和展望。這裡，你現在你面前是空的，沒有，那是對上面那一層，你剛比的是下面那一層。轉型的那種當下，就是我們同時間接觸到了，就是奇美社大跟美濃愛鄉在我們自己辦的導覽解說班。從那時候開始，我們接受了很多的一個訓練，就是導覽解說的訓練，包含說一些知識的一個啟德，對，比如說文學的也好，或者說生態的也好，或者是一些的那個客家人文背景這些的，就是來融合起來。然後同時間我們因為我本身會做一些雕塑，就是做一些創作，所以也參與用自己的專長去參與社區的營造。它是可以讓絲瓜或者是南瓜攀爬的一個棚架。對，而當絲瓜採收完、南瓜採收完的時候，我就可以再把它淨化，就變成是一個有點像是竹編牆林牆的方式去做一個土團屋這樣的。從美濃的小地藝術日開始，再慢慢延伸到小孩去市集。羅元洪與蔡家榮希望透過各式各樣的農村體驗活動，讓居住在其他地方或是各個不同年齡層的朋友開始願意來到美濃，用雙腳親近農村。拾回不起眼的廢棄物，回收再創作。羅元洪將農業跟藝術與生活重新的解構再連結。本來我對創作就很有興趣了，對啊，然後因為我到外面工作，然後求學的關係，對這個後來就放掉，然後反而是回來之後，因為做社區營造的關係，然後想說可以把自己會的東西把它呈現出來，然後就對社區有幫助。從生活出發，珍惜身邊所有的一切。除了藝術創作品之外，羅元洪與蔡家榮也把傳統客家人惜物愛物的精神與智慧展現在自己辛勤種植而來的白玉蘿蔔上，傳承老一輩人醃製醬菜的功法。羅元洪醃製的白玉蘿蔔不僅走自然健康的風味，也為農家們的生計找到了出路。我们通常都是放在网络行销，去网络上去做行销，还有就是朋友转介啦，就是熟客转介。现在是多了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永安店可以放自己的农产品。我们其实很多角经营，我们务农是我们的核心呐，我觉得是一个最基础的部分，就是脚踏实地嘛。所以农部分我们不会放，但是说实在，它大概只有我们1/10的收入而已，只占。然后，所以我们平常其实会带导览。就是导览解说有生态跟客家人文，那也会去学校上课。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自己会办活动，所以其实我们自己这样子累积下来10几年的经验，我们其实也会希望说把我们的经验转给其他的农家，因为其实陆陆续续这几年啊，就是我们在地有一个很有心的国中退休老师叫刘孝生老师，他本身也是美浓爱乡协进会的荣誉理事，他一直都很提携后进啊。其实我们刚回来的时候真的是很受他的照顾。所以我们也在想，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有能力可以回馈了，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理想的累积需要现实经济面上的支持。
文化传递与社区营造的进步，也需要更多有志一同的伙伴一起走。2018年，罗元红夫妻俩在美浓永安老街上集合了几位理念相同的农创艺术工作者，在客委会的辅导下，一起创办了果然红农艺生活的文创基地。当初我们回来的时候，其实被很多的前辈的提携，所以我们其实在这过程中减少了很多挫折。那我们也想说，我们现在有能力，我们可以支持这些留乡回乡的年轻人些什么？所以我们其实就集结了在地的工艺师，对他们可能已经有自己的经营的模式，可是我们也想说，如果有一个空间可以曝光的话，是不是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你如果怕会开，对，可以这样绑，就都可以。你要这样绑或这样绑是都可以。我如果自己在家做，客人看不到我的东西呀，我可能只在网络上贩卖，但是还是有限。那你在店面多了一个店面的话，客人可能比较好找到你，或者说，游客来逛说，哦，原来美浓还有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商品。把不同的元素，就是南岛的元素带进来台湾。共有、共好、共享的文化体验平台，就像是一个前哨站，透过指引与介绍，带领造访的游客更认识美浓人的生活。而生活的分享从小扎根，山林区的巴南花部落中小学的同学们常常来到这儿，跟着罗元红与蔡家荣认识美浓的一切。首先，我们先尝萝卜，有没有吃过萝卜？没有。新鲜的呢？没有。来，每个人好吃，很好吃。哎，我胃痛，会辣辣的。哎呦，吃起来像瓦萨米。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老萝卜哈，老萝卜的话，它的盐的比例是1:2，就是1斤萝卜2两盐。我们晒的时候啊，是整条在晒，所以说我们在腌制也当然是整条在做腌制。好，那你会发现说它有大有小，啊，有大有小。那比较小的嘞，比较小的像这种比较小的，我们就直接丢进去就可以了。比较大，我就会多几刀这样子。我们就是很常跟像美浓这边或者旗山很多老师合作，做一些自然农法啊，或是生态踏查的活动。那我们这个学季在做食物保存的部分，那我们就想到，哎，袁宏老师之前跟我们6年级的同学有合作过，做过那个白玉萝卜。那美浓这边很有名，就是腌萝卜，还有老萝卜。那就想说带着孩子们骑着单车来这边，跟袁宏老师学习一些自然农法啊，也学习一下食物的保存。在这个阶段呢，为什么要压石头？不知道，想一想。用盐巴式出来。当盐巴式了，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放石头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说，防止它浮起来。你有没有闻到一个香味？有。好，所以这个都已经是盐水，这个就是可以拿来做，开始晒了哈。哦。对，没有那么的辛辣味耶。下沉的过程当中，这个盐分它就会慢慢的由上往下这样子，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因为我们学校很多学生都是布农族啊、排湾族啊，或者是有一些大武龙族的，那就是可以学一些不同族群的食物保存方式，再回学校做比较跟学习。我这个哈，我现在要给你们看的是那个萝卜干。我干就会倒干，好，倒干就会做。李宏老师佢做嗰度咧稻草人嘅倒干中哈，因為我干呢，其實嗰度用途哈，其實個用途就，可能它講嘢做腌制的時間，為了做個防腐的作用，做防腐，它可以防腐，啊，因為它稻杆它，那就等於說，它就算長菌，它是長白色的菌，它是好菌，啊，它是益菌，所以你看我上面一層還會放這個果乾哈，就是。对，你看，你摸看看，其实它可以干，就是它现在还是干燥的哈。不仅有制作保存的示范，罗元红与蔡家荣更放手让孩子们实做，亲身体验，也给予他们被信任的成就感。老萝卜或萝卜干啦，就是10斤做成1斤，也就是说，你看这一桶，它有可能它是100斤的萝卜做成的。来，这里有50斤哦，1两盐巴，然后对2.5两的白砂糖，
其实就是生活嘛。那我们怎么把生活的智慧，就是在传承给孩子，让孩子在学这些生活的技能的时候，他是可以融合在生活里。好，我们现在就是把所有的糖都放进去。要小心，要小心。对，要小心来。中午要吃到。不是，这个还没办法吃，要3天后哦。所以其实带他们进来，我们其实是让他知道我们早期先民所留下来的一些腌制的技术。为什么要有腌制？就是因为为了有食物可以吃嘛，然后保存的作用。然后，但是在那过程中，我其实还会加了一些就是课堂上所学习的东西，例如说你要会做腌制，你要会算糖多少，那你的数学就很重要了。滚一下，它才会有那个切面。哎，对，啊，不用出力。你要看一下你的手在哪里。这样对不对？你看，你要这样子。这样轻轻的话，用那个用力。对呀，那轻轻的话。所以怎么去连接课程这件事、课纲这件事，是让小朋友他开始去重视，就是说我要学的东西不是只是说单一项强就好，而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包含我们在吃的东西都跟我们怎么去看待环境都是有关系的。罗元红、蔡家荣从原本只是2个人的归乡生活，到如今他们带着不同年龄层、不同族群的朋友，在美浓山脚下一起体验生活。行转崖中，爸爸家逢淡淡大塊木瓜頭，做太水也無從斷，隻頭幾強勁，拍肉路劈轉成五彩過通，後生年停定老人家細路劈嚟，日頭高高大，眼出滿天嘅甜，眼喺通刺，眼倆思想，眼嘅汗流脈絡。強用嘅後生漢，強神神秘嘅歌，骨肉偏走山馬，咪嘅頭搞把戲，後生人將就變成奇術師，從天堂看大地，重重牆，點點風通通，本咪頭變化咪濃嘅甜。神秘果1980年左右传到台湾，早期种植技术不够成熟，产量不大。因为神秘果水分以及果实管理要求高，种植并不容易，必须从育种开始就慢慢挑选，才能培育出稳定的品质。而在高雄市的美浓区，就有一户专门种植神秘果、研发推广神秘果的农家。老家土地爸爸留下来的啊，这么多，要怎么办呢？我不能让它荒废嘛，我就喜欢玩东玩西的啦，就玩，有一天，那个军校的学长他就跑来找我，拿一颗神秘果给我吃，第一颗神秘果可以把柠檬变柳丁，就这个好奇慢慢引导我，就这样，看到随时有个发现。不然雨季一来它长得相当快。当初这个种植、播种到长到会结果，这一段的门槛相当高，这个我前后摸索6年才被我摸索出来。从小看着爸爸在果园里忙进忙出的肖淡伦，对神秘果并不陌生，也知道这一片果园就是爸爸肖和云付出一生的心血。他看着爸爸的辛苦，也看见了故乡青壮人口的大量流失，这让肖淡伦在服完兵役后决心返家，接手父亲的果园。总个脚脚就跳到树脚下，过来用碎枝机砸碎因为爸爸之前是请姑姑们帮忙，所以他们也现在那时候也年纪大了。那农村呢，说真的，你要找年轻有活力的人也不多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爸爸说，不然我来承接看看，用我的想法来做执行，来参与。有限的吼，也要做种安尼，铺啊天啊哈，比都有皮皮。虽然肖淡伦从爸爸身上传承下宝贵的农耕经验，但亲子间想法上的冲突也随之而来。在我那个时间点，10年的时候，刚好也没有什么青年返乡，对有机呢也是正在政府在力推的时候，也推了也是有成效了。那时候我想说，好，那我就是回来如何把我们的产业，就是去做成有机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发生了一些问题，那也跟爸爸有一些冲突。但是我觉得这个冲突就是一个学习的开始。不同世代间的想法交换是需要时间沟通磨合，等到看见成果，长辈才能安心。除了爸爸外，妈妈朱顺昭当初曾经有过担忧。他就说：“那我现在当兵回来了，毕业了也当兵回来了，那我来处理这个使命果这一块，我是不太愿意啦，因为我觉得说年轻人就是要出去外面闯，不要一下子就下来这边，这样的话一点经验都没有但是他又不忍心看我们2个人这么辛苦，所以也就只好就是这样一做就快10年了哦。哎呀，你讲啦，你干嘛跟他哈？肖淡伦返乡务农创业的心念终于被理解外，原本不被妈妈所支持的理念，也慢慢让他看见成果。淡伦跟我讲说，他要用有机的耕种但是我那个时候想说，你没有喷的话，因为我们这边很多红蜘蛛，然后也会有虫我说不可能啦，他说妈，你坚持下去，没有关系。真的有1年，整棵都是整个园子都是虫哦。那一次过后就没有再用，就完全都不用再用药了，生态已经改变了啦。因为你没有喷药的话，它里面很多生态嘛然后草很多，所以我们辛苦的地方就是要割草。照顾太亮呗。天下妈妈心都是一样的，尽管嘴巴念着，心底挂着，朱顺昭依旧支持着孩子走自己想走的路，在后勤工作上当肖淡伦坚强的臂膀。比如说我们要采果的时候，那可能爸妈就会帮我们一起去把一些果实把它理出去，那工人们在里面采，那可能妈妈就要帮忙，会帮我们去做一些洗后，就是采后的洗这些部分这样子。完备了有机果园的经营模式后，后端的行销通路成了肖淡伦另一个挑战。看着哥哥的辛苦，在澳洲工作弟弟肖世伦也在2019年回家帮忙。以筛满为主，还是就是固定多少克数去做？我觉得就固定多少克数就可以了，不用到说一定要怎么样的筛满。因为原本都是哥哥在弄嘛，他自己的 loading 比较大，所以比较没有办法负担到网络或是一些国际上的部分，可以帮忙处理一些国外上的业务跟市场之类的。这边都有明确说明这边是最后这边是我们公司一直以来这几年来都是往外去参加国际展览，跟着地方政府去国际市场，就比如说像日本，那还有那个德国、上海，还有法国、中东这些地方去做一些所谓的食品展或者是一些秀的部分。那在这当中，其实我们除了把我们的东西还有高雄市的一些农产带出去的以外，我们也去吸纳一些国际的产品跟目前世界上的趋势、食品趋势。随着肖淡伦有计划的经营，肖家的果园渐渐的被许多海外消费者所认识，也让台湾水果的丰美滋味让更多人品尝得到。今年2019的德国食品展，我们就是带这一支我们用
神秘果啊，用不一样的形容去形容这个水果，我们称为 Amazing Berry。那我们在这一次在德国食品展当中呢，也得到了非常多的那个消费者青睐。这个字眼 Amazing， 他会觉得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可是当他去尝到以后 ，It's really 真的，是真的有这个感觉，更是说让他很惊讶的感觉。那或者是说像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一些台湾的，像比如说我们的芒果，还有芭乐，这些都是在地的一些水果的果干。那他们就会把我们这类的这种果干，就是倒在鲜奶里面，那这样去 mix， 然后加这样去吃，那个当做新鲜的水果这样的方式去呈现。那包括像优格，他们也会这样去搭。从一家4口的经营，到慢慢寻求更多合作打拼的伙伴，要壮大一个产业，并不是靠少数人就能够办得到。彼此共利共生，才有生存下去的能量。它就可以遮一些草，对，不过不能太密集吧，就很难管理啊，所以有时候很无助。要不然就是要间距，就是说一行香蕉，一行柠檬。反正这边我已经协调完了啦，就是等这些采收完，就要全部都是把它挖掉。这片占地约1甲的柠檬园是旗山青农庄成汉所经营。农2代的他和肖淡伦一样，也是承接下爸爸的棒子，自己负责规划与管理。在农业里面，过去有种叫换工的逻辑，就是说，可能这时候是我闲置的时候，那我去帮你；那你闲置的时候，你来帮我。这是互相的概念。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可以去了解这个产业的过程跟它辛苦，那你会更知道说，原来它问题点出在哪里。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大家同台之间会彼此动头脑。管理就开花这段时间管理就比较重要。对，因为如果说你如果没管理好的话，就是柠檬丑就大概是这时间发生。一个 team 里面或是一个聚落里面，彼此之间的资源，那种力量会更大。对，而且也可以让我们自己去接受到更多元的一个产业知识。那再来就是在地方的认同度你会更高。实际了解自己果干产品所使用的水果，农民是如何的管理耕种，除了把关品质，也了解他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那你怎么跟你爸去跟他说你要改变这一切？我觉得是慢慢来啦，因为你看当初回来我们要做这些事情，他没有一项是统一的但是他是会慢慢的一项一项开放给你去做。我觉得你也没办法急啊，就是你也知道，就是我们青农回来遇到最大的问题，共同的问题，就是跟家里面沟通的问题。是啊，由于年纪相仿，所以彼此理解，彼此倾听。就像当初他回到自己故乡，倾听美浓土地的声音一样，让农业可以永续经营，让土地能够永续耕作。这是肖淡伦对自己故乡人事物最初的爱与承诺。为什么这个地都会有青苔啊，其他地方就比较干的感觉？因为现在这边比较湿啊，所以然后没有照射到阳光的状况下，这边青苔就会先长出来。对，然后这也不是像青苔你看像这个。对，它就新的植皮就上来。对，它是一个比较有湿度的地方就会有开始长这些东西。然后就是过差不多1个多月，然后你就会看到整个果园都长满这样子。我们产业比较特别，我们神秘果呢，它是一种酸变甜的东西，其实跟柠檬一直以来就有一个默契。因为神秘果的特色，所以我们就会去找一些像柠檬这一块怎么去做搭配跟结合。不行，这可以。所以这都还可以。对。现在就是说，把好的，陈站这边把它挑出去的，那我们要就是属于打掉的，好，以它的 B 级品。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做果干的时候呢，就可以以 B 级品为主。那它好的就是让客人们他贩售出去，这样。有一些这种有受伤的啦，刮伤的，那这些我们做果干，其实因为它本身没有坏掉。好，它也没有发霉，但是我们做成加工品就很适合。那像这一种，这种疤比较多，可是它是没有坏掉。这种对，像这个基本上我会把它打掉，就把它打掉嘛。对，然后像那个就是采收的时候，就那个地头尖尖，它把它
其实政府也在推动说，你小农啊，就是一些可能一些农产品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做加工、做加值，然后你可以比如说像我们新鲜的水果，可能要去到国外，它有一个运送啊，这个过程是比较困难的。那当你把它变成是干果的时候，它就是变很容易了。大轮在加工面它做的比较好，那我们把这些专业的加工的部分给大轮去做，那我们可以创造联名的品牌，然后一起去做行销。用专业互补解决彼此的问题，也让彼此的心血不致白费。尽管柠檬的外表损伤了，但内在风味依旧。你看看这个，有了，就酸了。对啊，就整个柠檬味就跑出来了。对啊，而且很特别，里面都开始那些，没错，就开始纤维对下对。过去的观念都是所谓的一条龙制，可能说你自己生产，你就要什么样都是自己来。但其实在于现在社会环境当中，我们单一打独斗已经不是这个时代了，我们要的是一个团结的时代，而且互相有自己的专业，彼此支援。从一开始的不被支持，到争取认同，开创新局，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但就如同萧淡伦返乡前所想的那个想法一样，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就没机会了。再怎么酸楚，总有一天也会如神秘果般转化成丰富的甜味。